神尊只是收徒弟，又不是娶妻，何必如此生气？他明明知道我讨厌雪莹，还收他为徒，不就是因为一颗水凝珠吗？我自己欠的人情，应该我自己还吧。神尊肯定是把您当自己家人了。谁要跟他当兄弟姐妹的那种亲人啊？喜欢拜师是吧？那我就满足他这颗好学的心。昨日小殿下负气而去，想必今日应该不会来了吧？见过小殿下。小殿下今日可真漂亮。废话，本殿下哪日不漂亮？明日不许迟到。还有，春寒料峭，下次多穿一点。别光说我啊，你瞧见没有？你徒弟都穿成什么样了？这还不是夏日呢吧？雪神，你穿的倒是很清凉啊。我本就怕热，小殿下真是说笑了。本殿下想过了，雪神不惜用水凝珠拜入白绝真神门下，想必是一心向学，对修习如饥似渴吧。这些古籍都是智阳送我的，今日本殿下就把这些全都送给你读，算是还了欠你的人情。多谢小殿下慷慨。读书需静心，你也知道本殿下的性子，你留在长垣殿内，我肯定是会打扰你的。建议雪神把这些书搬回殿内，你关上门来慢慢学习，读完就告诉我啊，我这应有尽有。啊，不要客气。不过，就这些书我都已经读过了。哦，好大的口气！小殿下不信？也是，于你而言，读完这些书确实是件难事。少小看人，这些书我自然全都读过。既然雪神都已经读过了，那本殿下就不借了。等等，神界古典《山海经》，《山海经》虽通达天下山河，却艰涩难懂。此书看似崭新，小殿下当真读过？自然读过，不就是一本《山海经》吗？何时上课？